全地着用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笑我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乐伊的名。这是请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请起立来吟圣诗，那就7首《我心阿乐上帝》，请起立。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感谢上帝。宇宙的主宰，阮所信靠的天父上帝，你圣的安息日，你保守阮众人来到你圣殿的敬拜你、阿罗你，是阮一生中最大的福气。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疼世间人的上帝。赏赐无通比的恩典，互阮借着也圣子基督的救赎，将你丰盛的救恩甲应允白白来赏赐阮，是阮一世人的倚靠甲永生的愿望。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怜悯人软弱的罪性。当阮伫世间的岁月当中，受到肉体欲望的攻击的时，祈求主你赏赐圣神进驻阮的心内，为阮的灵魂的圣洁来征战。受到正做基督兵丁，
福分大无比，失去着存敬虔的心，活出符合圣经基督徒的样式，爱谦卑、忍耐、节制，严肃来看待存伫心中的罪，无抵到言行举止受到罪的控制。每一早起醒起来的时候，就爱存谦卑的心，祈求主帮助阮来面对一切属灵的征战的事。当阮有福分担到主的恩典的时候，保罗的勉励：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这段的经文，阮每一个人也着爱谨记在心，抱着伫别人的欠过顶面，看起家己的责任，用这款的心怀，透过分享关怀，活出荣耀基督的生命，勇敢来表达出上帝疼世间人的旨意，互周围的人也通感受来自上帝的疼，带人因为信仰得到救赎甲自由。亲爱的天父，我嘛感谢你，100多年来领受上帝丰盛恩典的管压甲信仰前辈、牧长、正信徒，尽心尽性尽意的调磨甲奉献，成就了今仔日的双年教会，回应上帝的疼。双年教会持守传统倒步的精神，透过设立安养中心来关怀年长者，幼稚园来照顾幼儿，双年市长基金会关怀服务市长的朋友，而新增也设立双年社会慈善基金会来关怀弱势的年长者，独居老人的送便当、老人的日托、长期照顾等等事工。也有对教会机构甲神学院捐款和神学教育的事工来得到帮赞。而教会本身所设的教社委员会，嘛有透过办理双年大学，关心年长者心身灵的健康，也有经由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来帮助山地教会的宣教事工。也有成立这个东半教会小组来帮助弱势教会的事工，接咱救助金来关怀社区中弱势者，有伫国中来举行各种课业辅导，关怀照顾儿童有关功课上的欠缺，也有颁发这个特殊教育的这个囡仔奖助合金来帮助有学习障碍的孩童。伫教会中嘛有设各年龄层的团契、诗班、小组等等。每一项拢是要分享上帝的疼，关怀生命，造就信仰的事。教会目前所做种种关怀事工，祈求上帝来坚固保守。已经进入第2世纪的双年教会，完全仰望上帝的带领甲恩典的管压，求上帝赏赐属灵的智慧。互阮全体会友会当了解你的旨意，借由伫基督内面的连结合一，互双年教会的教势更较壮大，更较有能力来分享上帝的疼，关怀弱势的族群，形成一人。
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行，你的亲像伫天。阮的心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赦免阮过犯的人，接受咱对不起，就叫阮脱离迄个歹，迄个国、当年、永根、梦、地所，大概都是你。阿门。这是咱要来启应上帝的话，记载伫启文第7篇，信息下面第9页。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治水会上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心清，存心无误虚假。这个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才会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徛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快乐、大光荣的耶和华。城门啊，徛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这是请咱各起做伙来念圣诗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为你们诗歌是主，我真爱唱歌赞美。感谢圣光帝的赞美，愿一切荣光归于上帝。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9、第10节。现在中文日本130页，台语和日本是93页。我现在用中文日本来强读。路加福音19章第1节，耶稣拄要进入耶利哥城的时，要对这个城经过。当地有一个税务长，名叫撒该，是一个真有钱的人。撒该真想要看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伊的身材有较矮细，伫人群当中无法度人看到耶稣。对安尼，伊就走去大家的头前，
爬上一丛的生栽树，要来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对这条路来经过。耶稣行到迄个所在，抬头看撒该讲，对伊讲：“撒该，紧落来！今仔日我的确要住伫你的厝内。”撒该就连伊落来，非常欢喜来接待耶稣。大家看去，拢埋怨讲。这个人竟然到罪人的厝里去做人客。撒该徛起来对主讲：“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予善乡人。如果我有欺诈过什么人，我就要行伊4倍。”耶稣对伊讲：“今仔日叫阮来到这个家，因为这个人相款是阿伯拉罕的祖孙，人子来是为着要找找拯救迷失的人。圣经以上，今仔日的信息，活出关怀的人生，是要由咱前几十当前我毋知影，别记日我无甲算，吼就是大约知影讲是咱即个少年大楼咧起的时阵，罗水明牧师来甲咱分享今仔日信息，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之日，我会代表新人院来伫遮，甲咱大家请安谢谢，也鼓励咱大家继续关心这间新人院。伫过去的73年久的中间，玉山新人院经过丰盈，总是上帝施恩。咱上年第一任的陈启尊牧师，也是创设人中间的一个，也鼓励咱会友热心来奉献，一直到今仔日，咱上年拢在关心玉山的进展。今仔日咱来看见这间新人院伫亚洲的所在，已经成做亚洲第一悬的水准。在训练原住民的一间新人院，关于新人院的详细情形，咱看今日咱的周报内面的迄个奉献录咱看后面的所在就说明，也确定咱若要用这个奉献录来请大家奉献关心这间新人院。我只有一句话爱伫遮代表院长，甲大家谢谢。几日前我敲电话，互不信达理这个校长甲我讲，罗牧师拜托你甲双连教会牧师兄弟姊妹讲，台湾全国第一帮赞玉山新人院的就是咱双连教会。也毋望你安尼甲我请安，甲我斗关心。讲到关心，我伫遮爱讲我今仔日讲到的题目，就是活出关怀的人生，活出关怀的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煞差不多10多年了后。全世界拢陷落伫经济危机、衰退的中间，真侪人失业，真侪人也夭饿。其中纽约市也同款，也陷落伫即款的情景的事。有一天伫纽约
善食人区的地方法院，伫审查一个案件，被告是一个60外岁的负责人，也以面被刺杀，也身躯穿毋是无够真破烂，总是足久的衫，也因为伊偷摕面包店的面包，所以面包店的头家甲伊告去法院的所在。法官就问迄个老阿婆讲：“你有偷摕面包无？”这老阿婆细细声，也毋敢举头看法官讲有。法官就继续问讲：“你是毋是真枵？你才偷摕这面包来食？”这老阿婆才刚小可举头看法官，甲法官讲：“是我真枵，总是我有3个无爸无母的孙仔，也因已经2、3日无通食。我不忍心看到这3个孙仔枵死去，所以我迄天对面包店过时，佮闻到遐尼香的面包的味，我情不自禁，我入去内底，就偷摕面包来要互我的孙仔食。当老太太安尼讲了后，伫在座遐旁听时，伫旁听的遮人，大家都起舞起厝，伫遐伫讲话。然后法官就举起伊桌顶的迄个讲推就敲桌顶讲：“请安静，我直接要来做审判。”然后伊甲阿婆讲：“我知影，我同情你的情形，毋过偷摕是毋对犯罪的一项代志，所以我伫遮有2项，互你通警。头奖就是我要甲你罚10块，你就要交出这10块来。第2项就是你若无要交钱，我就要互你来做义务劳动的工作，爱扫社区的这街路，安尼爱摒扫遐个水沟互伊清气。你要经倒一项？这个老阿婆想想的，甲法官讲：“法官大人，我若是有10块的时阵，我都袂偷摕啦，所以我只好爱经义务劳动来做10工的扫街路、摒水沟的工作。总是法官大人，我有一个困难，我这3个孙仔要安怎？我迄3个孙仔要安怎？”当伊讲煞的是下骹遮人嘛，搁伫起舞起厝，毋知伫讨论啥物，总是忽然伫旁听室，有一个查甫人行出来到外口，然后甲迄个阿婆行一个礼，甲阿婆讲：“阿婆我想你也是经互人罚10块较好。”伊就对伊的身躯提出10块来，将帽留落来，将10块下在伊的帽内面。然后，这个人旁听室所有讲纽约市的百姓，我是市长拉我哩。我今仔日我感觉做一个市长非常的见效。因为我无好好治理咱这个城市底下，咱有一个阿婆安尼，都爱偷摕物件来食，所以我今仔日伫遮要呼吁咱大家，爱付出冷漠的付款，就是咱做纽约市的市民，咱大家拢无互相啥关怀，咱真冷淡。活伫这个城市内底，我感觉我做市长实在真失败。
总是请咱会记哩，咱是活伫一个共同互相相助的社会中间。这个社会，这个都市，才有望安尼发展起来。这个故事是发生伫1935年的冬天，也以呼吁这些人来大家三甲互相关心。大家听了头壳离离，一个一个行出来外口，有的人献10块，有的人献20块，伫无仔底。甚至连法官也对台顶落来，伊也提钱落伫迄个无仔的内面。留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我相信，互咱明白，咱人活起伫这个世间，无迄个孤立，无互相关系。你我咱所做的代志，拢影响到别人，同款。你我参加伫双连教会做会友的，我也爱甲恁讲，你毋通想讲我即场我做礼拜煞，我就转下去，甲我无关系啊。咱共伫一个教会，咱兄弟姊妹大家也着互相来相关怀。咱想看卖，咱的上帝天父。伊会使高高在上，坐在天顶，看恁这百姓在遮里犯罪，亲像希腊罗马迄个神话的故事内底遐神明，恁若注意甲读，逐个神明都是顾家己，我抢你的财产，抢你的某，啊你抢我的翁，安尼来底过日子。当时咱的上帝毋是安尼的上帝，咱的上帝。伊愿意对天降临，道成肉体来伫世间，为着要拯救你我，咱遮的罪人，咱就来学习上帝这款爱咱做的事工。我伫台湾圣经公会做19年。的总干事，我拢总有机会6摆，为着讲学，为着开会，我去以色列6摆。人去以色列访问的时阵，大部分的人拢一定会去耶路撒冷。总是另外有一个城，真侪人也爱去，就是耶利哥。我会记我伫遮双连做牧师40多年前，有一个执事甲我问讲：“牧师啊，圣经内面足深色。”我讲安怎深色？伊讲重要的所在拢是做耶，你知影无？我讲哈？伊讲耶利哥啊，耶路撒冷啊，耶稣啊，连天父嘛有做耶和华啊，拢有耶，你知无？是安尼无？当然我知影伊是。在讲笑，伫以色列，我去访问的时，有影逐摆我都爱去耶利哥甲耶路撒冷，特别耶利哥城有两个真要紧的景点，人拢会要去看的。啊，这两个景点，一个是大的，啊，一个是小。大的是什么？大的就是耶利哥城已经考古学家挖落去，来土地的所在发现到7000年前耶利哥已经有起迄个有城墙的都市。咱知影古早时代，城墙就是一个保护百姓的财产性命的一个象征。也7000年前耶利哥已经有一款。的城墙，咱的圣经约书亚第6章，咱大家拢会记的。以色列人就是要攻打这个城，要将这个城抢落来，这是大的。搁一项小，
什么叫做世？就是一丛树啊，尔。啊，这丛树啊，中文也叫做桑树。啊，咱台话该号做生栽树，毋是讲因为伊结实的物件真生，所以才叫做生栽树。我却毋知影，咱古早的人是安怎号这个号做生栽树。这个生栽树发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确定我会伫遮来甲咱大家说明。我会记得我伫新人院读册的时代，阮台湾新人院男生宿舍的头前，孙安国牧师有种20多丛的生栽树。啊，若生栽树若结实的时阵，阮遮的男生就赶紧，逐个人拢去挽迄个生栽，挽来创啥？你知影无？挽来吼，就摕去女生宿舍去找女生，啊，我也包括在内，请你毋好甲牧师人讲我在内。我迄阵在想，生栽树哪会使爬起哩？因为我所看过全台湾，我看过生栽树，差不多1人悬尔点。我也毋捌看到会使爬上去的生栽树。检菜有，若有则报我知影。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特别耶利哥城有即款的生栽树，大甲亲像咱台湾的青仔树遐尼大丛。我头一摆去的时阵，我看见即丛生栽树，吼，排队的人要创啥？要爬上生栽树，啊，翕一张相安尼。总是到我第2摆去的是1991年，我就看见以色列政府将即丛生栽树外口用铁啊的栏杆，恁即摆看到的就是迄个了后啊做出来，铁的栏杆甲围起来，然后呢伫边啊佫写一个字：禁止攀爬，袂使爬上树仔顶。为什么？因为当年拢有100多万人去耶利哥城，啊，100万人外人若爬去迄个生栽树吼，我甲你讲，即丛树啊，就比埃塞街较矮啊。生栽树，我头拄讲，有发生一个真轰轰烈烈耶稣的故事，我也伫遮今日就是要用这个生栽树甲埃塞街。来甲咱大家做说明。伫这个故事的中间，互咱发见到耶稣安怎活出关怀的人生，伫伊传道旅程的中间。我大先说明这历史背景，因为耶稣的时代。以色列地啊，是讲犹太地，是罗马帝国的管理的城市，也是伊的殖民地。啊，这个罗马帝国的管理的殖民地，伊爱常常要甲因抽税，啊，就是咱所听到常常讲人头税、人头税。啊，罗马帝国伊真巧，啊，伊袂派伊的罗马帝国的人来收税，因为伊知影犹太人很难产哦，佫真够算小哦，真够趁钱哦，所以呢，罗马帝国想一个办法，就是来耶利哥城讲，我有要收100万的税金，啊，我互恁标，啊，标着的人，我互恁做税吏长，啊。政府收权互你，咱台湾话，咱较无，即摆拢讲标啦，拢是阮新翻译的台语圣经，我无翻做标，阮甲号做冒税的人，因为咱会记得咱台湾话古早时代
咱若厝要封起啊，土地要讲啊，封毛起啊啦，包厢毛起啊，所以是毛字。呀，罗马帝国讲我要收100万，总是标的人有诶标120万，有人标140万，啊有诶标105万，105万来摕去，啊都是埃亚萨街，埃亚萨街会通收105万的税金，啊伊也交互罗马帝国的政府，因为安尼，咱伫圣经，咱拢会常常看到圣经在形容税吏实在是罪人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安怎？因为这税吏都是汉奸啊，毋是汉奸啊，应该叫做犹奸才对啦吼，犹太人的奸臣。因为因摕钱去互罗马政府，啊，你甲想，埃亚萨街敢会遐讲，刚收150万，啊，就交互政府卖啦。伊检察会收170万，啊，检察会收200万，剩的钱安怎？第一落地啊内底安尼。所以犹太人大家拢知影，埃亚萨街就是强取咱平做犹太人，所以这个人真怨切埃亚萨街。毋过伊是税吏长，伊有权决定你爱交偌济税。讲到这，我才想到今仔日是5月上落尾礼拜，恁也还未交税人吼，请恁将迄个爱交的税，确定落落去奉献袋仔内底吼。啊，要安怎处理，则请蔡牧师去负责安尼。要啥个？知影，当伊伫街路伫行的时，犹太人看到伊真好咧，轻声细细甲伊讲：撒该大人你好。总是撒该嘛知影，当这个人经过走到伊后壁的时阵，伊听到迄个人呸一个喙烂。伊心肝艰苦，毋过艰苦是艰苦，还钱较要紧啊！这就是咱今日的社会有遐个高面皮的，就知影用掠，总是伊嘛要贪污的迄个人性的软弱，总是要杀街，伊心内真不平衡。为什么？因为有听到一个叫做耶稣这个人，啊，这个人是真卡人呢。因为伊是对这个拿撒勒遐来，拿撒勒伫当时用耶路撒冷也是耶路基哥来讲，迄是真卡所在。为什么迄个真卡人也无读偌济册，也无啥物地位？为什么遮济人愿意来听伊的教示？啊，定的人，啊，今仔日遮拄好，伊阁要来阮耶利哥城，所以亚撒该就要看一下讲。耶稣到底是什么3头6臂的人？毋过圣经甲咱讲，特别圣经记载讲，伊是叫做亚撒该，因为生做真诶。人若自己我来的时阵，伊敢若看到人诶，我歹势讲后壁2字吼，看到人遐啊，看袂到顶头，所以亚撒该就想一个办法。伊知影耶稣会对中山北路才过来，啊，所以伊就去中山北路边啊，遐找着一丛生栽树，啊，拄好我甲爬顶头去，啊，米在迄个生栽树较侪叶仔的所在，啊，伫遐偷看耶稣安尼对路中安行过来，总是偏偏耶稣真心实行中路毋行，我去迄丛生栽树。然后耶稣呢，抬头看生栽树，遐以色列百姓的人，耶利哥城人是讲耶稣巴肚枵，你要找看生栽树通好办无？总是大家问抬头看的时阵，忽然伊听到耶稣讲：“撒该看你，你安尼剥削犹太咱家己同胞的钱，你这个人吼无路用啦。”我相信耶稣呢，遮尔大声安尼甲话的时阵，然后耶稣就去选举委员会竞选台北市的市长，一定高票当选，因为遐人一定拍破，足欢喜的。哦，我毋敢骂，我毋敢讲。今仔日
耶稣替阮讲出来。啊，你想看撒该安怎？撒该绝对真无欢喜，心内足受气的，都为树仔顶落来，转去到因兜创啥？掀开迄个细金铺仔出来，都甲看。这细金铺仔内底有遐人，哦，他都有伫拍扑啊。这个王先生、陈先生、李先生，遮吼细金拢甲你加较济落去。请问，那安尼有啥物利益？这个社会敢毋是变成做搁较歹？大家互相3万分、3万册，敢毋是？真实的，我编的圣经毋是写即款的故事，这是我讲的。耶稣来到迄个生菜树骹时，抬头看，然后用真温柔的声，甲撒该讲：撒该，你紧紧落来，因为我今日英语讲 I must stay in your house。咱中文甲台语的圣经讲，我今日一定，我必定要住伫恁兜。意思是耶稣无互撒该有选择，讲啊无耶稣，我招待你来去 Hilton Hotel 啊，是金华大饭店来遐住。无耶稣讲，我今日要住恁兜。撒该就欢欢喜喜对树仔顶落来，因为安怎？因为伊所识的奇怪的一个人物，竟然欢喜来住阮兜。圣经毋是小说。所以无真详细讲写耶稣安怎去撒该因兜，总是咱相信耶稣一定去撒该因兜，迄暝甲撒该做伙食饭，然后甲撒该讲出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下罪福音，上帝安怎疼世间人的这个信息，互撒该醒悟起来，撒该就定头生，所以人看圣经，人讲撒该就甲耶稣甲这个人讲，我毋对啊，我若歪人骗人的，我要死赔赔，甚至我要将我的财产的一半来互真济送向人。兄弟姊妹，耶稣伫这个故事的内面。互咱知影，耶稣是一个活出关怀世间人的主耶稣。讲到这，我也爱特别甲咱大家提醒：你我咱大家做基督徒，毋是因为上帝看你靠学问，看你靠才调，啊，看你靠本事，所以先救恁遮的人，毋是。上帝是因为你我是罪人，救赎咱大家，也上帝期待咱才会受救赎的人，会通活出亲像耶稣安尼有关怀的人生，亲像耶稣感化的撒该相款。保罗伫写予腓立比，就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一批的内面，保罗甲腓立比的教会兄弟姊妹安尼讲，也保罗也是写互咱今仔相连教会会友，互咱知影安尼讲，大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关心别人的代志，也着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最后，我一只爱用。苏联的一个出名的文学家、小说家，伊的名叫做Leo Tolstoy，托尔斯泰这个人的故事。咱知影托尔斯泰是一个苏联也世界的出名的小说家，伊写过《战争与和平》，写过《安娜·卡列尼娜》，写过《国外》等等。啊，毋然呢，伊写。差不多几千篇的短篇的小说，
伫迄个短篇的小说内底，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天伫莫斯科冬天的时，有一个校长行对迄个街仔路的所在，伊伫挖角看见街仔路边有开一个乞食，迄个乞食行到安尼靠准，因为冷，手在讨钱。校长就生出怜悯的心，就想讲挖去，摕这钱互伊。当校长到位的时阵，伊就想讲伊的钱摕伫遮，伊人也无，这边也无，遮也无，裤底也无，穿一领大乌袜的衫，就掀开，佮入内底，嘛是无钱。这校长足歹势，伊就将手在挂的手镯啊摕起来，然后伸手甲迄个在分钱的乞食讲：“朋友啊，真实的朋友啊，我今日无早钱，我明仔载一定再来互你。”这校长就安尼头壳咧咧歹势离开，总是伊无看到迄个乞食目屎流落来。经过差不多10年了后，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校长室，入去的时阵，校长行一礼，然后伊甲校长讲：“校长，我伫报纸有看到咱校有所需要，无够钱，我一丝淡薄钱伫遮，通做咱学校的路用。”校长掠迄个人一直看。想讲，敢会即摆要选台北市的市长了？你要甲我乌西的款？是即摆咱学校要选家长会会长，你想要做，摕钱来互我。校长在丢图的时阵，这个人甲伊讲：“校长，你检查袂记得我？几3年前伫莫斯科倒一条所在的时。”你有提钱要互一个乞食，总是你人无钱的时，你用你温暖的手甲我牵咧，然后甲我讲：“朋友啊，真实的。”伊讲：“你知影，阮做乞食的人，逐个人有钱互阮，总是看阮敢若钓太高，钱等会紧走，惊去互传险着啊！总是你。”伸出你温暖的手，搁甲我叫讲朋友啊！伊讲我毋捌听见人叫我这乞食叫做朋友啊。当你走了后，我转去，我就一直想，我搁少年，我会使做工课，我哪会大爱做乞食？因为这道袂甲我歹转，点坐带遐都有啊。伊讲乞食普通就是早社起来人逐个。就是先洗面，洗好清气。伊讲我毋是呢，我是起来是去照镜，看面有够乌无，无够乌的所在，我抹有较乌者，衫甲你有较破一丝安尼，去到区里路较结裤准安尼，人就会同情我。伊讲总是迄天你甲我讲朋友啊，我转去，我就想讲我应该家己爱自力更生。所以我去找头路，找几个工找无，后来有找到，我趁淡薄钱。后来我去摆地摊，后来有趁一寡钱，我就开一个细间的柑仔店，即嘛趁一寡钱。我拄好几工前看报纸，我一直看，好减钱，边一个商，这人我敢若捌伊，所以我就昨来偷看。无毋对，就是你，所以我今日摕钱来一只5万，会通做学校的路用，请你甲我收起来，因为你温暖了我的手，也温暖我的心肝。兄弟姊妹，我相信咱伫上帝教会做。唯有咱真欢喜，
听到有人学了咱双连教会讲啊，双连教会你看拜堂较大间，吼，佫真少教会讲拜堂设到10楼、11楼，的所在，嘛呢，双连教会的牧师的讲道查经是一流的，双连教会的团契、圣歌队等等这些组织，拢是互人啊真学了，所以我真爱来伫双连做礼拜，这当然拢真好。总是我相信，咱中间做牧师的、做中级的、做会友的、做团契的会长，也是不管咱的教主教也好，咱应该更较望会通听到啊欢喜。正人学了咱双连教会，是因为伫遮的会友、牧师、中级，互我感觉来伫遮礼拜，我心肝足温暖。我得到友情，我有受人照顾，所以我真爱要来带即间教会来伫遮做礼拜。我相信遮的初信者。因若安尼感觉的时阵，因嘛真望。虽然我是初信的人，就是我望学亲像恁遮的人，遮尔有活出关怀的人生。最后，我伫遮爱用一个提醒甲勉励，就是咱每一摆教会若做礼拜煞的时阵，特别是大间教会。特别是咱大间教会，因为我牧会过咱双连以外，我也伫日本的大阪100外个人的会友，啊，伫旧金山卫理公会，啊，是伫夏威夷旧年我伫遐做牧师，遮个教会的人会欢喜要参加迄个聚会，是因为。遐个教会遐尼姊妹有活出关怀人生，啊，咱每一个人常常伫大教会礼拜煞的时阵，伫创啥物？照我观察，礼拜一个煞，咱遐个熟悉人3-5个都组织做聚会，啊，咱就讲咱的代志，啊，迄边的3-5个嘛组织做聚会，讲因的代志，啊，直到新来、初来、未信者。因毋知要安怎介入伫遮个人的中间，所以因就紧走。兄弟姊妹，我毋茫咱今仔日听到这个讲道，你会通对上帝讲：主啊，我对今仔日去，我要伫这个教会来找一个我毋捌的，我甲伊做伙做礼拜几十年，我嘛毋知伊姓啥。迄款人，我来甲伊熟悉。啊！我自我介绍，我是啥人？啊，甲伊讲后礼拜我望你来礼拜时，我会通坐在你的边啊，啊，甲你佫较真捌。安尼来关心遐个初信的人，兄弟姊妹，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即款的教会。毋安尼，伊也要祝福有即款的心智的兄弟姊妹，要有丰盛的人生。请咱阿头三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这圣的主日来到伫你的殿院服侍敬拜。除了阮听圣歌队、听牧师的讲道，也甲兄弟姊妹的交陪，求主你互阮的心常常会感触到，上帝是因为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伫阮罪人的中间，关怀阮遮的罪人，救赎阮遮的罪人，所以阮就效法耶稣基督，用耶稣的基督的心做心，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啊，真感谢罗牧师早起带来互咱的勉励，通讲是语重心长吼。
这时请咱继续来吟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咱去做下吟。请坐。这时，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我代表教会来欢迎头一届来参咱教会聚会兄弟。如果你若无填老名卡，请你伫即个座位头前，咱有老名卡会当来填，来直接交奉献的即时。即时，请咱来奉献。
即时请咱起来做伙做奉献的感谢。特别上帝，你是阮万福的本源，你赏赐阮日常生活逐项教业，保守阮灵身心灵的健康。即是阮当时的兄弟姊妹奉献你所赏赐的一部分来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感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我来报告几项事项。本周的特别事工，本周是总会所定的玉山新南医奉献主日，感谢罗牧师代表玉神伫第一场、第三场礼拜中的正道甲请安报告，葛嘉文同学代表伫第二场的礼拜中来请安报告，阁有一位 Krishna。那万同学代表伫第四礼拜的当中，正道甲请安报告，愿上帝赐福玉山新南医师生的学习甲服侍。第二点，下半年度的这个事工协调会本主日12点伫高楼的会议室，请相关的人注意来参加。特别的事工，总会近日有来函，邀请咱兄弟参与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全国性公投提案联署，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甲东京奥会组织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将Chinese Taipei 正名为台湾咱即个10楼的走廊遐有即个连续的即个单，咱会当来填写，交办公室。第四点，总委员会的消息。本会有前有购买平安行，但是对今年开始，就年7月7日，现在才面特别6月所以搁一个通过会友的优惠的价格每一个单位要对15万块来调整为17万，税金搁另外来加，然后有意向的人请找咱的许昭平干事。相连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消息，有即个举办第2遍的即个新增关怀探访的即个志工的训练，本主日12点到2点半伫9义的联谊厅，请咱有报名兄弟第一来参加。准备
委员会的消息，教育台查经班的教室小可有有变动，请咱上课兄弟注意看者。8、20仔是维持22道的礼拜堂，拜二暗改10道的礼拜堂，拜四下晡改7道的礼拜堂。有参加设立值日班的兄弟，请你伫6月24到7月29，每主日早起9点到10点，伫9楼会议室遐有牧师团要甲咱上课。暑期活动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家长来关心这小儿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活动，嘛有这个暑期儿童快乐教育的暑假的迄个义工有咧招这个童工高中生以上的兄弟拢会当报名来参加伊的培训日期是6月30、7月28，到7月初1、29，请向四牧师甲理事们来报名。团契聚会消息，上团过伫本周1拜15月28 9点半伫9义联谊厅有聚会。甲咱谈过本周日12点，伫803教室有聚会，伊要讲的题目是三高，身躯有三高，咱拢知影啥物是高嘛所以请咱有需要的兄弟，伫即个12点伫803的教室，王志源医师是台大的即个代谢内分泌科。补充几项报告。有一项补充报告我遮他去即个单煞，即煞毋捌去放伫对搭补充报告。就是咱本会会友柯洪成先生最近来过往应该伫即个礼拜的时间有要伫咱遮举行告别式请咱来关心来安慰参加告别式的礼拜来安慰遮的遗族报告以上，即个日期请咱过来把办公室来确认来第来参加报告以上。这是请牧师、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感谢罗牧师伫第1堂甲第3堂，甲咱分享信息。且大家特别爱关心玉山新学院
即间奉上帝的名所设立的神学院，咱若关心即个神学院，得当帮助咱台湾教会的宣教事工，所以请大家一定爱为即间神学院奉献甲代祷。即个时阵，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几位吼，第一位是陈丽华小姐女士，陈丽华女士，好伫遮哈，欢迎欢迎，好。还有李协山小姐，李协山小姐遮好。黄彦杰先生黄彦杰先生，有黄英君女士，好，第二边有严千鹤律师，加好，欢迎。有郭恒淑女士，好。有吴秀萍律师，好，加好。毋知影有其他第一遍来甲咱敬拜无介绍到的，好，欢迎遮个贵宾，请咱等下坐遮个贵宾的边仔的兄弟来引带去到贵宾席的所在，来咱搁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牧师要特别大家报告咱看咱的周报的第五页的所在咱有一个祈祷会消息即个咱即摆有成立一个代祷团队代祷团队伫礼拜中也是讲礼拜煞了，拢会替人祈祷所以第三场礼拜煞了，请需要祈祷的，你就先暂时留伫礼拜堂然后等会众出去了，咱会当来到头前遮咱代祷团队甲牧师甲长老会伫遮替大家服侍祈祷所以请大家需要的会当留落来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这时，请咱起来吟上言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天下万邦。听堂圣神的感动甲引带，甲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读者江秀车肯。